那安尼你发现咧老师的作品啊，写着你的故事，你敢有足惊讶？哦，一本，就是这本太好笑。因为我21岁就得癌症，也是一款做罕见的患癌症。我迄阵住病院的时阵，我隔壁床有一个阿嬸，伊知影我无子宫，伊就甲我讲：你后摆唔好结婚，你会害人。嘿，我足伤心的。所以老师这本册迄阵写出来的时阵，我感觉。讲会当鼓励足侪迄款做囡仔拍病，你嘛是会当个追求幸福。因为我本身嘛是较真情的人，对迄种介真情的故事我会介感动。尤其是伊和因先生因本来是朋友，朋友因头一届见面伫病院内底，就是介歹的时阵，上班的时阵。伊当年的手术是袂生，因的爸母拢一直问讲他无要生，因翁惊伊压力伤大，带着伊为爱离家出走，为爱走天涯，安尼感情开始一路。起码你合作迄是真爱啦，对，所以我就甲我这份感动甲写做一本册。